继续来看副总统候选人，昨昏民进党的萧美琴是去屏东陪立委候选人拜票，是发出对屏东开始拜六拍赢选举。民众党的新营是伫双北拜票，强调民众党会解决少年人薪水上低问题。另外，国民党赵少康伊是去参加交保的造势，针对马英九讲爱相信是军兵这个讲法，赵少康搁一摆强调，马英九的言论无代表侯友宜。 甲支持者握手展现亲和力，歌戏团也三挂着有足胜选。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萧美琴在一路兰屏东陪同自家立委候选人扫街，因为最近天气寒冷，萧美琴也无袂记得爱支持者注意穿较少的，也讲要为屏东开始，毋望下当赢伫拜六的选战，台湾袂当行回头路。 咱拜六，好美德赢台湾，台湾赢得美。大家为台湾做伙打拼，台湾加油，大家加油！屏东一定要赢，潮州一定要赢，好不好？ 支持者话口号，国民党赵少康出席交保造势场合，虽然甲前总统马英九先后到场，却无共台。对马英九外国媒体专访嗲议论，赵少康则讲清，先表态马英九言论，无代表侯友宜也公告马英九的用意是两岸爱有善意。马总统，我想他的用意是认为说，两岸之间要有善意了你这怀疑过来怀疑过去，那还怎么谈呢你不能够完全不相信习近平，但是你也不能够完全相信习近平。 针对国民党批评国民党不弃保不加走回立无，赵少康也反击政治爱护着场，爱国民党将会讲清楚。民众党王欣盈想要插队扫街，对国民党采采广告，民进党的幕僚组队比阮的较优秀。赶紧提讲话，讲家己的团队非常优秀，也广告政治工作人员拢真少年，应该爱注重解决青年加薪问题。最重要，我是觉得说这个这些许多的政治工作者都是相当的年轻，那我觉得这个长期低薪的问题，是必须要解决的。 英国传出吴欣盈到英国读硕士的学费813万，是由成功人寿附小，也互金管会裁罚，也无放伫选举公布，方执期无毕业。吴欣盈强调，只是抗上新的最高学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